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因为路边的阿妈头有关价感，这个骑士怎来刹车防肇事，法院判定爱国家赔偿。这件车祸是发生伫个2冬前，当时一个27岁小姐骑着机车经过淡水的平顶路，伊要来超车。 伊为游览车甲山壁中来超过，想袂到路边一块排水沟的阿妈头碰起来5公分悬，结果这个小姐连人带车规个单起来，摔到链落游览车的车骹，互游览车来肇事。高等法院认定新北市永和工程处管理路边的水沟有过失，判赔489000块，确定。 画面内底骑车的小姐为游览车后边弄出来，想要超车，毋过就伫咧后一秒，规台奥多摆掀去半空中，规个人冻摔伫咧涂骹。这件意外发生伫咧2018年，当时27岁小姐想要为游览车倒面超车，毋过路无平，互伊的奥多摆规台袂知总弹起来。尾仔小姐却游览车肇事，死者的爸爸认为这是新北市永工处无做好维护的工课，才互查某囝发生意外。 企业家提出国家赔偿。这个标线号志的设置标准的哦，它事实上对那个边线哦，它是有一个定义的。这个边线你不应该是骑在边线以外的范围。哦，这个等于是当时是我们那个上诉的一个诉求啦。永工处无申请诉罚，二审嘛提出上诉。不过，士林地院认为，这条路跨度刚好2公尺半，佫是双黄线，禁止超车。小姐发生意外，嘛是因为批车批收紧，爱负担8成的责任。啊，永工处爱承担永和责任，认为有疏忽，爱负担2成的责任。尾要判永工处爱赔偿489000块。